震驚！自稱擁有3300項專利嘅發明狂人，佢嘅腦袋究竟裝住啲咩？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今次要同大家探索嘅係一位極具爭議性嘅人物，被稱為日本愛迪生嘅中松義郎博士。佢聲稱自己擁有超過3300項發明專利，數量比愛迪生仲要多，係咪真係咁犀利？抑或只係一個吹水怪？今日泡泡就帶大家深入了解呢位發明狂人嘅傳奇故事。中松博士出生於1928年，喺東京大學工程學系畢業。佢嘅發明生涯可以話係貫穿咗成個20世紀後半葉同埋21世紀初，涵蓋嘅領域非常廣泛，由日常生活用品到高科技產品都有佢嘅身影。最為人熟悉嘅，莫過於佢聲稱自己係軟盤嘅發明者。根據佢嘅講法，1950年佢喺東京大學一邊聽住貝多芬第5交響曲，一邊就靈機一觸諗到咗軟盤嘅概念，並喺1952年獲得日本嘅專利。不過呢個講法就受到 IBM 公司嘅質疑，佢哋認為軟盤係由佢哋嘅工程師團隊喺1969年開發，最終 IBM 同中松博士簽署咗專利轉讓協議，呢件事嘅真相就變得撲朔迷離。除咗軟盤之外，中松博士仲聲稱自己發明咗好多其他嘅產品，有啲聽落去真係匪夷所思，例如彈簧鞋、可以打襲擊者嘅假髮等等。當然，呢啲發明好多都只係停留喺概念階段，冇真正量產推出市場。中松博士曾經多次喺國際發明展上攞獎，仲得到唔少國家嘅嘉賓式款待。例如1988年佢訪問美國嘅時候，就有10幾個城市舉辦中松博士節嚟歡迎佢。馬里蘭州仲授予佢榮譽市民稱號，美國國會亦頒發咗特殊榮譽證書俾佢，就連當時嘅美國總統老布殊都寫信祝賀佢。中松博士對自己嘅評價非常之高，佢曾經話自己係史蒂夫喬布斯同達文西嘅混合體。佢認為自己同愛迪生最大嘅分別就係，愛迪生84歲就過身，而佢仲係當打之年，可以繼續發明創造。佢嘅目標係要活到144歲，並且要發明出更多改變世界嘅產品。泡泡認為，中松博士嘅發明生涯的確有值得學習嘅地方，例如佢嘅創意同埋勇於嘗試嘅精神。但係同時，我哋都要保持批判性思考，唔好盲目相信佢嘅所有言論。畢竟，發明嘅價值並唔在於專利嘅數量，而係在於能否真正改善人類嘅生活。而中松博士嘅故事，其實都反映咗日本社會對於創新同埋科技嘅重視。喺日本，發明家往往會受到社會嘅尊重同埋支持，呢個亦都係日本科技能夠蓬勃發展嘅其中一個原因。而家泡泡想問下各位觀眾，你哋對中松博士有咩睇法呢？你哋覺得佢係一個真正嘅天才，定還係一個吹水大王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哋嘅意見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